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大家听我做运动，怎么清活养生操？今天就是清活养生操系列哈，因为搞大家做运动，健走杖，好，两支棍诶，好，这个叫健走杖哦，不要小看这个，好，这个健走杖呢，它在家里面呢，你要先了解平时怎么用这个，你可以用拖把。好，拖把把它转下来，然后要斗那个脚垫，好，因为竹子这是拖把也是竹子嘛，这也是竹子啊，要脚垫，指滑，好，指滑，好，还要做握把，好，做握把，好，身高这个要多高？大概是120公分上下，好，竹子身高120公分，然后大概直径大概2公分啊，好，这个直径，好，那个不要太粗，好，不要太粗，好，是在整个新竹县发起这个健走杖运动，到整个桃园，啊，就是把这个教大家如何去让身体变得更好，脊椎挺直，好，坐着可以练肌力，好，练肌力，大家上班，好，一起来做运动，好，一起来做运动，好，可是时间呢，大家抽一半，椅子坐一半，好，坐一半就好，好，拿的时候手伸直，数准车时候，好，不要太低。啊，也不要太高，啊，与肩膀同平就好，好，这个一起来加油。在脚尖90条，这脚尖4公分哈，差不多手伸直，哦，准车时候，在脚尖前哦，你不可以在旁边哦，在旁边要是等下动一动会滑哦，所以要在前面，啊，拿的时候要轻松，好，放松哈，轻松握着就好。好，第一个运动哈，搞太搞，这是太脚哈，这个大腿。啊，要训练嘛，啊，脚很重要呢，好，我们这个肌力都会流失，好，肌耐力会流失，啊，真脚加矮，好，真脚加矮哦，打扣了，卡起来，好，输重了，卡高，好，跨过一个沙条石头，再回来，好，抬起来，好，开合，先一只脚来，好，慢慢走，卡起了，好，打扣了，输重了，好，做几下，好。做一个动作做10下就好，好，来回算1次哦，9、10，好，往脚哦，往左脚哦，卡起来，打扣了，跨过一个石头，再抬起来，好，重心要前移一点，好，抬起来，输重了，卡高，输重了，好，卡起来，等好哦，好，慢慢走，训练腿力。7，都得好，8，然后9、10，输重了，哪里会酸？太脚比大腿这里，好，会酸酸的，好，强化我们的股四头肌很重要哦，真的。好，再来是听下走哦，用脚打扣了，卡起了，用好了，卡高，输重了，等好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够了，6，等好，7、8、9、10，会跳吗？不会哦，哦，再做10下好了，做10哈，可是哦，你知道了，2，上慢走哦，3，够了，4。够了，6、7，轻微哦，8、9，哦，10，哦，所以懂好啊，哈，那么这个大腿哈，大腿的训练，好，大腿训练很重要哦。好，第2个运动哦，搞太搞，好，有固，好，我们的腰要先动起来，这个腰很重要，有固，把它腰给松开。好，很多人到一个年纪哦，坐太久，臭年啊，坐太久了哦，腰哦都会很僵硬，好不舒服，啊，有部位挺头，好，是哈，送出去，输重了，好，推出去，收回来，好，腰往前推，背要打直哦，好，送出去，然后轻微走，够了，加油哦！一起来加油，送出去，
输重来，腰骨送出去，空停来下，输重来，好9，输重来，10，等下放起来哦，等下放起来，放起来，送出去，好，推出去的时候就有加力，加速度，推出去就要站起来咯，试试看，好，送出去，重心前移，扶着它站起来，慢慢放起来，好，站直，好，等一下要往后坐，往后坐，起步会不会屁股往后翘？屁股往后翘的时候，手就自然就会向前，往后翘，哪里很酸？大腿好酸哦，它有哇，好酸好酸好酸，背打直哦，所以腰不会酸，只有腿很酸。坐好了，慢慢坐好了，慢慢坐好了，坐下来，越慢越好，哦，练习我们那个腿的力量。从出去放起来，慢慢放起来，慢慢放起来，越慢越好，脚底的这个刺激。好，好，起步后背，屁股往后翘，往后翘。啊，坐好了，慢慢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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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好了，等好哦，慢慢来哦。好，再一次，推出去，吐气，放起来。好，站直，收回来。好，站直，收回来。好，起步向后背，向后，屁股向后，向后，再慢慢坐下来。对，很好，坐下来，坐好了，凑合，再收回来。好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好，这样推出去，收回来。老师姑婆98岁，坐轮椅哦。老师教他3个月就教这个，先教他摇。好，因为坐着坐太久哈，那个腰都僵掉了，硬掉了，先教他摇。好，姑婆98岁，教他这样子摇，慢慢摇，慢慢摇，脚有力了。好，脚就是我们第一个运动，有力了，他就会站起来。好，慢慢来啦，就会走。好，现在也100岁喽。大家加油！你们都那么年轻，好，都比老师还年轻呢。老师年纪都比你大呢。好，你们都年次都比老师还要小。好，年次啦，好，来大家加油，加油哦！第3个运动哦，好，就是我们这个腿，好，腿很重要。来，针灸加矮，唇侧，好，脚抬直，好，重心前移，好，手气好了挺头。手气好了，是哈，好10下，哪里会酸？这里把这个髋关节摇开，好，很多人这边髋关节挤压迫，然后粘连，好，手气好了，你脚太低就是小腿，脚抬高一点就是大腿，有吗？试试看，好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油，7，好酸，加油，9、10。啊，有没有？它会让你睡着的肌肉激活，都没有用到它嘛，没有去刺激它就睡着了，要给它激活、激发。好，做9可是哦，来左右要做5次，左右算1次哦。啊，回家要好好练习，在家里要好好练习，加油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放下来，我们练2次哈，啊，你自己要多练几次哦，强化你的腿力。好，针灸开起了，身体长高，重心好，不要驼背，重心要在前面，灯也从一半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呦，轻微走呢，加油哦！都对了，回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变好了，都对吗？都对了，好，这是我们这个腿力要训练它，好，给它伸拉，还有训练很重要哦，好，3分钟，好，太高3分钟，好，针灸加矮，来劲哈，来劲，好，针灸加矮哦，唇侧，好，脚趾头有重的，手送出去。好，哪里会酸？屁股酸到脚跟，好，拉我们这个后腿的筋，好，背打直，背拢唇侧，吐气，啊，慢慢吐，好，数重来，都得好，过来，数送出去，脚趾头数重来，长高，往前推，吐气，等好，数重来。
好，弯脚，好，做脚纯侧，好，右肢跳输转来，好，长高，身体长高，数有过后，放下来，送出去，做对了哈，慢慢做，慢慢来，好，输转来，好，有过送出去，推出去，脚尖内勾，龟头纯侧。嘴巴吐气哦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哈复习一下？好，第一个怎么做？胸一下，好，要想一下，一直看老师做，你自己也要想一下啊，是不是？加油啊！是一只脚抬起来，不用好了，卡高，不用好了，好，弯脚，好，这条要抬起来哟。好，回来，好，第二个就是结合一起用扎脚了，可以是，好，可以是，卡起了，好，有时间做意思哈，好，3万做，好，好练习哈，加油哦，好，第二个运动呢，好腰有骨哈，送出去输重了，好，慢慢来，送出去，输重了。好，进阶版送出去，放起了，慢慢放起了。好，苦下来，送出去，苦下来，起步向后背，背打直。好，慢慢坐下来，慢慢坐下来，慢慢来哦。好，所以椅子要靠背，凑呢哈，坐着要靠墙壁，椅子靠墙壁，有安全感。你要是不小心跌倒，还可以靠墙壁。好，第3个，右口上一下来停头。好，不记得哦，上一下来停头。手一好了，好，最后就是什么？来筋啊，来拉筋，腰背都不可以弯哦，送出去，输重了，好，有时间我3万做哦，做对吗？做对啦，好，可不可以大家做的清好，更好的摄水，还可以哈。等下听苏醒山。做运动，清活养生操。等一下我们要做运动，大家做运动。好，我红起来做哦，红起来啊，站起来，好，站着做会做的比较到位，做的筋会拉得更深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练习就减腿，好，肩膀容易怎样粘连？为什么？坐太久，坐太累。好，这肩膀这边，好，有时候手动的时候做家事哦，做太多，好。这里不舒服，好，哪里还有这边，哦，很多都是从这里这样酸酸的僵硬到这里。我们等一下会把这边、这里跟这里拉开，好，来可以了，好，挺矮周哦，好，用1只也可以，2只也可以哦，好，2只也可以，就是用我们这个棍呢，用辅具做延伸呐，做延伸哈，好，大家数加矮哦，好，针灸喊出去。好，2只合在一起，好，再把它举起来。你用一下，这个手呢，如果是右手针数哦，好，把这边从胸大肌这样拉到这里，用什么方法拉最好？就是做一些延伸、伸展。好，后部位数送出去，拉的时候就算前面。好，这里比如说你的11点钟伸1点，好，收回来，再推出去，送出去。输重了，推的时候要最好停5秒，蹬一下，做把它拉伸了，停久一点更好。有时间好做，好，过来哟，加油，好，向后背，来筋，有吗？鸦片这边很酸哦，把这些筋拉开，懂后哦，好，再示范一次，往前推到底，好，推到底会酸就好。送出去，输重来，好，推出去，眼睛看着它，拇指会空，滚的，哪里会酸？这里会酸哦，把这个关节把它拉开，好，慢慢做，有做就好，加油哦，送出去，推出去，输重来，有时间就停久一点，好，微酸的就好，输重来，够了哟，向后背，送出去。好，收回来，针数做后诶，
往走数。啊，练习的时候左脚往前跨一步，好，手就反手拿，这样拿着，好，推出去，送出去，来神了，好，数重来，好，换个方向，送出去，推出去，收回来，换边，拉一下，好，有时间拉久一点，好，停久一点，向后推。好，再来，重复做，推到底，往前推，后手往前推，送出去，数重来，等好哦，慢慢做，再推上去，哇，那么整条筋都酸的，从这里酸下来，好，慢慢拉就好了哦，有做就好，等好哦，慢慢做，送出去，数重来，好，换边。吐气，好，脚收回来，这是我们的听掌运动。第一个运动就是做我们这个肩膀哈，好，来口的把它拉开，肩膀左右手都要做，走数、真数，我走哈，把这边这块，好，这边，好，一直到这边三角肌这边，把它拉开哈。第二个运动是我们这个波音斗哈，把背挺直，好，健走杖怎么拿呢？脚尖前哈，这样子握着，好，千万不可以在旁边哦，这样子就滑倒了，要在正前方，要懂，姑娘懂好点嘛，健走杖啊，先等你喊路喊一喊，跌倒还可以扶一下呢，好，就是有辅具让你支撑，走得稳，走得挺。老师还遇到有公车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坐公车出去，有个司机刹车，一刹车，赶快抓栏杆呢，有东西可以抓，练习抓。好，因为我们会教一些动作啦，都会教你怎么去训练它的一些肌力跟稳定度。好，来，我们这个第二个就是把背拉直，数重的，你1，好，脚跟抬起来，好，手掌抬起来，2、3，送出去。好，2、3、1、2、3、1，数重的，2、3，好，就1就收回来，吸气，再吸气，推出去吐气，好，1、2、3、1，头顶直，把脊椎拉直。推出去，收回来的时候，数重的哈，这不会动，是夹紧了，有没有？被夹紧了，再把它顶直延伸，再推出去吐气，好，收回来吸气，脚跟抬起来，推出去吐气，好，1、3、1、3、1，等候哦，1、3、1。1、3，好，这是老师教的第二个运动，把背波音斗哈，把它给它拉直哦。好，第三个运动呢，是我们这个前后哦，会喊路嘞。好，左脚真脚会喊路哦，真脚将来喊出去，就张开了，脚跟抬起来，后脚跟往后踩一步，前脚尖，好，重心位移，喊路。好，慢慢喊，好，喊出去，好，慢慢走，重心前移跟后移，好，先练习，这样位移，好，配合你的呼吸跟动作哦，加油哦，好，做几次，走10次就好，这样前移，后移，好，前踏，脚跟抬起来。后踏，脚先抬起来，好，重心前移跟后移哦，都对吗？好，我们弯脚，好，喊出去，后背，喊出去，都对吗？很好，好，过来哦，再来哦，喊路，好，先把我们这个脚踝哈、脚尖、脚跟，好。做一些伸展，好，然后前后运动，好，喊路，
慢慢喊，然后喊出去，喊中了。好，我们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咯。好，喊出去，走出去哈，后脚跟要踢屁股，啊，踢不到没关系，踢一下，往后踩，后背就可以了，都得哈，喊出去，好，可以了，喊出去，卡高，慢慢走，对，要多一些难度咯，啊，增加我们的腿部的训练，啊，大腿、小腿，重心位移、平衡，强化它，做对吗？好，卡起来，就卡起来，不用好来，好，慢慢来哦，慢慢走，等候哦，卡起来，好，拢脚，换脚咯，好，记得站姿要站好，脚踩，踢，抬起来，好，前踩就踢，后踩，卡起来，喊出去，踢脚，好，踢。卡起来，都得哈，慢慢走哦。好，做400，过来哦。好，7，喊出去，8、9，等候哦。10，好嘞。今天教3个运动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拉肩哈，肩膀，好，拉肩膀就是合起来，啊，弓内哈，送出去，推出去，好，就是手这样推，后手推前手，会不会数？送出去来一下，好，来，可以侧的、前的、后的，但是要停久一点，配合呼吸，拉一下，好，向上拉也可以，拉一下，好，拢脚。送出去，好，这样子推出去，好，这点嘛，都得好，推，好，眼睛要看着它，推的时候看着它，好，收回来，这是我们这个第一个，第二个是挺直哈，好，这个波音种，啊，你看，蠢车吸气，好，脚跟要垫起来，前推吐气，好，收回来。卡起了，送出去，1、2、3、2、3、1、2、3，好，第3场运动嘿，我们这个喊路啦，好，喊出去，数中了，看后背，向前走，好，向后走，喊路哈，走的时候就可以加一些。抬腿、踢屁股，有会卡起来呀，不用下来，重心位移，好，配合我们这个呼吸，慢慢来，慢慢走，好，喊出去，喊中来，喊出去，喊中来，好，最后我们做收工哈，这个肩膀把它拉开，竖打口来哦，成大字形哦，把它打开来，打口来，扩胸。向后吐气，回来吸气，向后吐，回来吸，等候哦，向后吐气，回来吸气，再来吐气，吸气，做一次吐。好哦，基本搞大家做运动，大家总喜欢3万周，定下爱喝水。什么大家？